关系在地新闻，咱的乡亲时代拢有食饭食伤紧，一直拍下的这个经验。也毋过，若是拍下超过2天，就要小心咯。讲真，有可能是心肌梗塌。都有一个77岁乡亲就是安尼，差一点啊，一条命就休去。一直拍下裤袜真痛苦，有人一直灌水，有人是用手摸骹头裤伫涂骹。不过，若是超过2天以上拢无停，都爱小心。一名77岁男子连续2礼拜拢无停，就诊了后发现是心肌梗塌。虽然有接受心导管的手术，不过错过黄金期，也是过身。它的来源是从心脏的神经过度刺激到其他这个很接近的一些内脏神经，包括上腹痛。 然后打嗝，或者有些人会有很类似肠胃炎的状况。医师讲，拍的只是心肌梗塌的信号，不是唯一的判断指标。不过，若是其他的症状呢，都要小心，可能是得到心肌梗塌。包括胸口的闷痛，然后有些病人会开始活动的时候喘，活动度下降，或者是更严重的病人可能会冒冷汗。那有些病人会类似休克的状况。 一般来讲，这拍的裤啊，大约是1、2天就家己好啊。不过，若是无原因，超过2天以上咧，建议也是爱看医生，以免错过治疗的黄金期。